讲咧，一木就连暗路，一木花开咧，一木nhìn路了咧，人生要幾多該以啥夢？一夢一夢，你錯該想嘛嘅？Anh đâu hề朋友啊 ，is 木 anh đâu就發木了 ，is 木你大概忘記我。感谢各位抽空莅临我们试营运的记者会。神仙谷度假中心希望能够把这一块美丽的土地分享给各地来的游客。我们引进地方上著名的温泉，我们拥有茂密的林地、雄伟的吊桥。虽然地方上有关于祖灵的神秘传说，不过我们特别请到了文化学权威齐教授，我们欢迎齐教授。另外呢，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国际名媛长谷川千代小姐的莅临。这一次度假中心的顺利开幕，我们要感谢长谷川小姐雄厚资金的援助。我相信度假中心的开幕必定能为地方上带来观光荣景，增加就业的机会，牵动周边产业的发展，把我们神仙谷度假中心变成众所周知的观光胜地。欢迎各位来到神仙谷度假中心，欢迎各位光临，谢谢，谢谢。Koraka palmukan kani, kaya ko merek kaga kani, wata imlakong kemal ko kanikista kani laga, yusim sakakiri kani, yaka kaya nasa la. 我是研究生叶晓峰，我今天要发表的论文主题是神仙谷野史探究。 历史遗落的环节，首先请各位教授看一下这上面的地图，这是清光绪年间台湾苗栗的古地图。在教授你们资料第3页也有相同一样的地图。在清光绪28年，客家人曾经大举进攻日军的总部，日军总部就是位于苗栗的南庄这个区块。客家人进攻的路线呢是由北。谢谢大家。 查票買嘛啊？買好咧。哎，去教書厲害啊！想出過一本書，就畫到這個嘛嘅啊？文化複雜，歷史欠味哦。拜託啊咧！哎，我想哦，去調試屯牙論文推出來。 變做佢自家嘅。
讲个以为无会做卖啊，万年hen个告诉。嘿，嘛该啦。没去啊。 OK， 可不可以麻烦你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如果现在就放弃的话，前面10几年所做的就全部都白费了，不是吗？我们度假中心啊，引进了地方上的温泉，还有一片茂密的森林，附近还有一个吊桥，是非常雄伟的。哎，小高啊，是带这2位贵宾啊，到我办公室坐一下。是，来2位，谢谢，不好意思，这边请。老刘，这什么意思？齐教授，你这么紧张干什么？我们度假中心开幕，想请齐教授出席捧场。哼，齐教授是文史方面的权威，最近地方上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说度假中心的开幕会引发祖灵的诅咒。有你这么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出席，我相信反对者的声音啊会安静下来。我为什么要帮你背书？你出再多的钱，我都不愿意。等等，齐教授，别急着走嘛。我听说你的研究计划陷入困境，我也知道田野调查是很辛苦的。或许我的度假中心可以当成你的研究基地。这个东西你可以看看，或许对你的研究有所帮助。哎，我同你讲哦，你不过一点钟哦，等下cái老虎会转来啊，就认得。孙本也係太離，男朋友哦。哎，迄无长哦，无听错眼吼，再搁拖5年，还可以啊，迄梦想的毕业咧啦。上汉都会做嘛，那又无阿爸没讲哎，讲笑讲屁，无喊人哦。
好嘞。咱茶的某一台呐，你爱吃的呢？按董爷没有感情的啊。到4楼买票。刚说是我，你到台北了。我先去找个朋友，我后天再回去，帮我跟老爸说一声。他去哪？神仙谷。那我们在那边见好了 ，See ya。扩充啊！讲正经的啊，你爱论文哦，干咩抄撇上的啊？你们安尼上的啊？我，俺请问一下，你们刘董发达了，现在连邀请都不亲自来了。阿才高阿桑，你别误会，我们董事长说一定要给像您这样的贵宾最好的礼遇，所以还在度假中心里面忙着准备开幕的大小事宜。相信这一次的招待一定能够让你满意，还请阿才高阿桑再考虑一下。这是董事长的一点心意。刘董真是太客气了。没有想到你们刘董邀请人诚意是这样子，我想也没什么好考虑的。金本人， Kiraga kita magalo sa panukan. Kita magkaya sa bihna. 琼哈诸师， Kita mlayakon malahang ko. 祝显在松， Ini kenako 祝领天真， laki. Anak ita usi kasan mahal. 林美要挽救， Kan kita mas benar. Kita laukah korata. 为穷途束 Kita 缚， san makhizina ko kani. 圣贤 Kota ko kaniro. Ini ta isyan inungan ko. 来， Jo kani. 林美，佮无的吼，都本创的湿呛呛啊，啊佮煮的吼，让我做唔会皮了，很奇怪喏。嘿妹，这中人啊，都出去动作，会拢被骗去的。先前啊，分着好空本人，掠下后头人剥皮去骨，去地杯的天油鬼，听讲起啦，人哋天人来抗议。不过该回去记得开会之前哈，只要大家见照了嘞，很多木马个。莫嘛问题，开嘛玩笑，你看老婆来了，变到容易去咧。之前佢有讲伫度假中心吼，趁数欺负的呢，他就讲要行剧团的，又无留去陪呢。哪人讲叫做助力？哦，先前人呢，老太甲讲啊，太甲拢唔通，莫本机啊，对天的身体啊，改变戏目的。你看掠下老虎，我鸟攀啊。老吴啊，哇，不要再泡茶了，赶快擦擦看啦。对啦，赶快要擦擦看啦。专门会找嘿，来，好来，喝茶了，喝茶了，喝茶啊，是茶。98基特班陈国珍报告。咦，新来嘅哈？哎，好，来了同拄好，汤个是喊哦。唐爱生。哦，等一下你就听说老亚位阿姨做一下笔录。做笔录哦。哦好。从遐咧讲有诶无诶啦，啥唔记得攀矮知识诶。哦，好了，搞本班啊，哎，你看一下就攀，
啊，也下就拍啊，大家放心啊。好啦，老婆有饭吃都好啦，好，来啦来啦，安全的做些啦。来，啊，大家慢行，大家慢行哈，大家慢行。来，慢行。好，来再见。慢行哈。好，再见。哟，做来啊？变音嘛？我看生意又较好嘛。煮案咩？哟，要安山要寻条路嘛？爸，内地结婚哦，有动作跟面相，然后幸福卡看起来都差唔多。面相个老福卡脏脏啊，再个装潢一下。 按用手做咧变做动油切家嘅特色咧。讲安尼做嘛咯？佢木卡有阿香嘅天数，毕业了後就直接到台北識條路，吼。佢冇想過喊翻去啲台北。本土按多數，只會希望較有發展的喂。你做路要做嘛？要出息係。 警察先生，不好意思呢，请问一下，你知道这附近哪里可以住宿吗？这地方哦，你可能只能到恒翠尾旅馆了。恒翠尾旅馆？对呀。那请问怎么走啊？怎么走？这山里面有点复杂，你顺着这条路下去啊，一直走，再到前面呢就转个弯，差不多走50公尺呢，就会碰到一间米店。哎，小凤，你有没有油喊赚了嘞？ 好搞冰了嘿，差唔多咧。種菜啊，鄉下地方，就路用啊。阿聰啊，一隻40字一前地方吃，唔做你帶佢去冇？銀福卡。唉，有生意就忙做啦。就按你啦，小姐。你跟他一起去。啊？去哪？他家開旅館。 阿聰啊，一隻40字一前地方吃，唔做你帶佢去冇？銀福卡。唉，有生意就忙做啦。就按你啦，小姐。你跟他一起去。啊？去哪？他家開旅館。好，你放心，你跟他一起去。好了，好去了，好了，你們可以去，先趕去。哦，好，謝謝。慢走。好，慢走。你客家人哦。啊，就这里哦。对啊，这就是我家。它看起来旧旧的，是因为很有历史。我们每年都有打扫跟消毒啊。如果你付现金，我算你8折。哦。走。那叫做乜嘅？下租啊。你哪啊？
然后男朋友又飞哈？唔係啦，唔好亂講。上趕啦，其他冇合法。哦，你係。你哈？我幫你拿。有附早餐嗎？哦，有，箱体裡面寫。按這些啊。什么嘛，连她都可以当女主角。家，车那么多，会不会来不及啊？我们餐厅会被取消。没办法，这时间车就这么多，哎，怎么样，肚子饿了？再忍耐一下啊。哎，小李啊！哎，生意记者终于接电话了啊！喜帖收到了没？有，收到了。怎么样，浪子回头啊？想走入家庭啦？啊？还敢讲我嘞？要不是你之前跟千代吵翻，现在应该是你先炸我吧？讲这个真是。哎，忘了旧情人了。哎，对了，你知道千代已经回来了吗？千代回来了？对啊，据说是要投资神仙谷度假中心，你不知道吗？什么神仙谷度假中心？对啊。我不知道这个事哎。哎，女明星爆久了，你忘了看报纸了啊？亏你还是个记者。啊，好了，哎，婚礼要来哦，哎，红包包大包一点哈。会啦，我一定会去的啊，红包少不了你的，一定很大包，好不好？好，哎，要来哦哈。好，拜拜。好，拜拜。谁呀？没有，老同学。哎。西瓜。安好啊。哥，你用嚟度多留手機啊？你買兩個時節，講老父阿爸，係阿爸寫嘅記來嘅。哥，你諗講哦？其
其实来青岛头路诶。青岛头路咧？伫哪啊？地府区呢，上去开度假中心。巴迪毛。巴迪啊。你想过按你老爸讲无？哥，唔係啲啊，唔計生理無條辦袂聽誒。不說，那迄個健身課喺度假中心做些，算晒未做得好時機啊。係啲啦，唔係便宜，按用係咪較安心？按用每本百發現誒，用啥呢都冇啲不卡。Surprise！ 你做咩啊？我聽說你啊，是才來嘅。係啊，我想台北來啊，應該幾權啊，佢山路嗰啲風景哦，幾正咧，我想我想去我都擺來啊。嗰有條路哦，真快去，我你去，強要逼落去哦。普林胖鐵的你。了解了，來你去了。喂，你回啊？你老妹啊？都帶路做乜解啊？你想啊，你喺論文哦，按你本嘅老科嘅推進來啊，是差有大送誒。故說嗱出來聽書你啊，貴啊咧，下一排嘅考試哦，絕對負嘅慘。香港哦，啊，真係不卡，撤退做唔得講到論文嘅事情，我就讓你變面。好啦，冇傾你啦。台灣係談到我去打工啊，你咪去啊，啊！試過，小姐呀，眼眼黑呢，試過你爬落呀。老五，度假中心開幕了，奇怪，很多奇怪事情發生，我們竹林會生氣。不要亂講哦。度假中心嘛，都聽過研究的，本來上岸的都無去的，結果本想留的迄全部金主，安尼環保團體要請記者來，恐怕要無效啊。錯啊，甲條我人喺抗議嘛無效用甲散哦。哎呀，用甲散。聽過啲事情就走上了，你就來咩？假使做唔得，飯店的事來想想安樣個判。啱咧，大家先轉機啦。哦，好啦，先轉啦哈，先轉好。你哋阿雄去度假中心上班冇？多少也啲啦，啲全部同我參詳。你還要開一塊面紗，那個事情佢哪敢同人講？冇呀咧，一件事情多麻煩，佢條人又多咗來，知道有可能會發生事情咯，你要多多關心阿雄嘅。按照，從來不說當鳥誒。一條戲喎，咁我戲都睇好笑呀。你阿片走順去開人哋啊，才個行家送對位，鬼面內文不保處處，有時間傳出去看人的物資誒。錯啊，唔要看到劉小姐冇，你家下見過家風嘅，唔看到嘅。劉小姐，乜嘢啊？從本年來一年下，一啲安尼係會用人客哦。咁講，佢冇付錢必蝦呀？唔好亂講啦。今年我遇到啲咩面試啊？我從本年有大天訪問經理，佢講太陽誒實際多出咗得嚟。錯啊，只要準備好誒，嚟
还先恭喜哦。嗯。哇，买贵铁房啊！你看啦，陆案犯的去。倒来啊！啊，咁尾梯好小呀，但现在条路听听哦。无人嫌伊这个好听，行啦。哎，等一下啦。看到大下暗过，哪叫尿尿啦？望你去行那一条山路，去电动院呢，冇黑了你。你还去柜台哦？一点啦，冇时间呢。定来啊！定下个跳啦！喂，定下好听，一定你。请问一下，前面是路不通是吧？台风啦，啊都放雨袂过呢，啊你没得啊？怎么啦？路不通啊！前面说有个神仙谷度假中心是吧？度假中心嘛，哎，要行迄边的吊桥过啦。吊桥啊？系啊，但是我是劝你莫去较有影啦。为什么？为什么？讲什么？我们要走吊桥啊？不然怎么办？下，报个入啊！这是我哥哥叶晓峰，经理你好。这是我哥哥的同学许志刚。高经理，他们都跟我一样想到度假中心来上班，希望高经理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你就会蔡天颖了。好感谢。好了，冇安尼啦，你留钱留下来吃做宽啦。待你留一半之后，要他就可以是。那是谁？什么？是梦。三梦中。哥，阿刚，要见。你离开台湾哦，很久嘞。你也喺沙飞伊朗呢，什么人哦？现在就停人转一带，哎呀，当危险，有皮毛。人家家刚好开旅馆的嘛，而且是警察推荐的啊。每次都那么紧张，我又不是小孩子。哎，真件恐怖嘅事情啊，原本哦就一单纯嘞。行业摆啊，生意得了啊。好啦。
不才搞丢了。放慢速度，慢慢通过啊。感谢各位抽空莅临我们市营运的记者会。神仙谷度假中心希望能够把这一块美丽的土地分享给各地来的游客。我们引进地方上著名的温泉，我们拥有茂密的林地、雄伟的吊桥。虽然地方上有关于祖灵的神秘传说，不过我们特别请到了文化学权威齐教授，专程来为我们破除迷信。来，我们欢迎齐教授。另外呢，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国际名媛长谷川千代小姐的莅临，我们欢迎她。这一次度假中心的顺利开幕，我们要感谢长谷川小姐雄厚资金的援助。最后，我们要感谢地方形象商圈发展委员会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大力的支持。我相信度假中心的开幕，必定能为地方上带来观光荣景，增加就业的机会，牵动周边产业的发展。我希望把我们神仙谷度假中心变成众所周知的观光胜地。欢迎各位来到神仙谷度假中心。同时，我们也准备很多的甜点，还有鸡尾酒，请各位呢拿起鸡尾酒杯，顺便参观一下我们度假中心最棒、最好、最优良的温泉设施。欢迎各位光临，谢谢，谢谢，谢谢。你好，你好。先来一片冰冰的，有件事情先莫管派你，你忘？啊，错嘞，你三傻，你看，这个不要你，关于东东事情，我已经有天数了。我靠！要不然你免给啊！现在给你介绍一下，娜娜小姐。娜娜，长谷川小姐。长谷川小姐，我昨天杂志上看到你出席一些发表会的照片呢，一个人看起来好年轻啊。等到正式开幕，我相信整个神仙谷商圈应该都准备好。九哥，哎，对不起。处理一下。蒋小姐，对不起啊，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我们的访问呢先暂停一下。没关系，你先忙。好，不好意思啊。不会。不好意思，我先试过。
思路按快米哦，都在慢嘅按摩良心嘛，完全都无体谅哦，连眼骨嘅辛苦。做西人花公安队做乜喏？郭经理，郭经理，小峰阿哥，你有看到马街魔术师嘅嘢入嚟嘛？冇呢，冇骗你，全部係 N 7間嘅出去聽聽。好啦，唔要夾夾嗬，留一片餅好來就出來聽數，好，記查批會結束咧。哦，好。是太冇良心咧，唔叫晒體的啦。你喺叫我？喂，神剑谷派出所，你好。胡警官啊，我们度假中心招了胡人家。警官他现在不在耶，请问你是？哎呀，我是高经理，胡警官去哪？他现在外出办一点事情，等一下就回来了。还是说我先帮你留言呢？他回来的时候。算了，我晚点再打。哦，好。哎，你们是本来啊？哎，做西啦，做乜咁做？可以给我一杯温开水吗？好。千代小姐，我想这一次你洗刷冤屈有望了。这一次我握有更多的线索。怎么，老毛病又犯了？你说更多的线索，该不会是刘先生口中的照片吧？可信吗？以文献比对上来说，算是可信度很高。我想这一次一定会成功。成功了。两位说的是刘董的度假中心，还是15年前那件事儿？哎，怎么不说话了嘞？那这样好了，我来提供两位娱性节目怎么样？两位。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就刚刚。太哥，哎，甲有位香狗的请啊？香狗的？佮讲吼，伫迄神仙谷土教中心的经理啊。佢讲乜嘅事情嘛？无呢，佮讲佮等下暂会打过来。哦。哎，太哥，去人去当中拜铁的吼。哦，去头人去落咧，拢系同样差不多嘅退休咧，冇关系，等下就好了。啊，去水下动作，有事情再喊俺。哦。阿 C 告长，小心走啊！我们这次啊，帮你安排的房型是最尊贵的，最适合你嘞。还有，我们这一次这个房型啊，就只有我们董事长还有董事长千金住过哦。而且它里面不仅有会客室，它还有私人温泉室，包准你泡得舒舒服服的。来，这边请。齐教授，这是您的房间。
啊。谢谢。我来帮你们提气。不用，先走吧。这里还不错哎。不错哈。嗯。开不开心啊？开心的话，讨厌。来，放这边就好了。啊，全部吗？对。哎，放轻一点，要化妆箱。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子吧。哦，我不收小费。没关系，拿着。谢谢。那请问行李要放哪呢？那里就好了。阿斯高上，这是您的钥匙。好。嗨，谢谢阿斯高上。不打扰您了。千代，怎么了吗？那是翻刀。你觉不觉得会跟15年前？千代，怎么了吗？那是翻刀。你觉不觉得会跟15年前？哎，你不是洗温泉去了吗？唉，名媛就是名媛呐，交际手腕呐，果然跟一般人不一样。在讲什么啊？讲什么？就你那个千代啊！我刚刚看到他跟齐教授啊，两个人鬼鬼祟祟，不知道说什么。一看到我呢，就赶快跑掉。你说他们两个是有鬼啊？说千代跟齐教授，怎么？你心里不舒服啊38哎你。 38嘞，我告诉你啊，我以为你想要知道你老情人千代的消息，所以特地回来告诉你的。有完没完啊？不是要做 SPA 吗？赶快去了。条哥，冇緊嘛？老夫無錯，不過我有舊台嘅同事等佢進來，會留你講。好，冇事情咧。暗川較注意地位，千代啊，要對伊說當講究嘅。好，愛弟。 誒，
按上忙啊，休息啊休息啊，泡茶泡茶泡茶。太哥，一條以前神仙谷發生的意外，用當冇破足結案的喏，看起來當奇怪呢。啊，也條事情啊，大部分係因為山路上流台，有下冇生意，真得到病國下死的。冇生意，用我就按賭破喏。唔知神仙谷嘅名叫我來嘛？唔知呢。神仙谷原來係做死亡谷，頭擺係太陽出嘅祝福，要傳說講，如果人接唔入來，會受到諸事哦。好啦，唔使認真啦，泡茶泡茶泡茶。哦，好。千代小姐，记者会顺利结束了，你也看到目前度假中心的规模。我们这里独特的风景啊，比起其他饭店更具有优势。现在只差温泉区的开发了。我想请问，关于投资资金的部分，顺利。要不要看一下这什么？我想你应该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我已经决定明天就要先离开了。等到你事情处理好了，剩下的资金自然会到位。你先别急着走，等你看完这个，应该会更有信心一点。难道这就是齐教授说的？我知道你对今天的事情会有点担心，不过你放心，这些问题啊，我一定会解决的。千代小姐，关于投资资金的部分，我觉得你应该要好好的想一想。摆放的顺序是要由外而内搭配出餐的顺序。这个是涂面包的，这个是喝汤的，还有啊这一组是餐前酒后开胃菜用的。沙拉除了要叉子之外呢，还要附上刀子。这个是主餐的刀叉。啊，还有啊，这些餐具都要擦干净，不然会有水渍。去安呢？那先搞一准备哦。哦，嘿。唐有吗？小峰推你啦，要按难运用的好啊。你看啦，一下的饭度，一下又遐湿，还拄到那个竹林那个小屁哈。哇！手工唔好听，那传说这天有卖好强的啊！你拿你小费的时间，你没听到会死咩？无想到会安尼啊！来看哦，此地不宜久留，莫待的啦。迄幕顶添林面对无铁的。这个黑这个做卖喏，小屁太多诶，做谁呐？你爸都会娘夫凯里莎，按因只会做嘛，你这样小屁多嘞。做谁啦？你等下后嘛，算了。阿塞卡瓦桑，这些都还合你的胃口吗？还可以。轩轩，你拿刀叉的方式啊，能不能换个样子啊？哦，这样看得很不舒服轩轩小姐，你看家教真好，连吃东西动作都这么小心啊，哈。哎呦，学校手术刀拿习惯了嘛。手术刀，轩轩小姐学医的啊。我在美国学医的。
刘董把女儿送到美国念医学院，这应该花不少钱呐想当初我还在跑这个社会线的时候，我们刘董也不过只是这个地方上形象商圈的一个基层人员而已啊，没想到现在都做理事长了啊！而且你看，还盖了一间这么颇具规模的度假中心，不简单不简单啊！人家刘董是人往上爬，你呢？听说从社会线转到影剧线了啊！以前啊，他还自称是正义记者，现在只会专门写一些影视名流的八卦消息啊。是啊，我现在也只能写写这些风花雪月的事情嘛，是吧？不像教授是专门做学问的啊。教授，对了，这听您说要出书，这听了10几年了，奇怪了，这书呢？不好意思，我吃饱了，先失陪。张武川小姐，你要洗温泉啊？什么东西？对，娜娜。拽什么啊？打个招呼。山河。赵河，山河，爸，你这样呢？係啦，來，今明日開始啊，記住去nhà落梅嘅，落梅？你好好照顧佢，唔好俾騙人啊，欺負佢哦，點冇？嗯。过来。哦，你哋哦，真嘅冇馬上想妹呢？嗰時看到想妹感情暗好嘅哦。感情好，迄做唔得咯。唔咩啦，你講啊，你對感情好到嗰種。干嘛跟呢？我要乱讲啦！哎，小峰，你们来一下。你講一下哈。有對數嘅咧。你懂反哎，強攻你可以打手風，你衰冇啦！你出客嚟啊！亲爱，你要回哪？你在这里干嘛？我陪我妹来的。
家旅馆嘞？反正有我爸在。没有想到你是老板的女儿啊。家里可以有一间这么大的旅馆，感觉应该很会茶哦。这有什么好羡慕的啊？我倒希望我爸开的是你们家那种，像这种大饭店，除了气派，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所以你找我到底是要干嘛？我忘记了。你迄张洗成洗好诶。那个调好还嫌本杂，那又唔好做支付，要吃到更优秀呢。怀疑。佳，
嘉，干嘛？你是有事情瞒着我？你不觉得留下来那些人真的很奇怪吗？每颗心都不知道在想什么，而且我觉得他们反正好啦，睡觉啦。有什么事明天再讲啊。不能每次都这样子啊。度假中心开幕了，奇怪，很多奇怪事情发生。这中人啊，都吹动作，下拢对天气的。先前啊，分到好空本来，你下去人剥皮铁棍，去地杯的天油棍，天公迄人下日天在那抗议。哦，呀嘞，呀件事情多麻烦，这中人又多咗来，知道有可能会发生事情哦。哪能讲？叫做主力。先前人老太家讲啊，太家拢唔通，无分机啊，对听的身体啊，这边起伏的，看你下都不要怕啦。西川さん。西川さん。哦，按照。有啊。唔好嘛，上班诶。你这有敲门啊？打电话就好了啊。根本只有选天发数据就唔歹通啊。唔是少啦，你迄老哥今日讲哦，叫要清明来天数诶，啊。佮咱先去露天温泉冰收，等一下还弄去准备者诶。兄弟啊，咱先阿公，等一下过去人天数，啊。咱先到遐哦。嗯。啊！
难道这就是齐教授说的？你不要以为当年拍的那些照片就可以威胁我什么，那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再给我一点点时间。你也知道，有关这个的文献资料少之又少，研究计划你也知道，不是3、5年就能够形成的。如果现在就放弃的话，那前面10几年所做的不就白费了，不是吗？不过，那事情温用会处理啊。OK 啊，还唔挺用的，好紧。没办法，大做亏事，输给老天爸就大不同了。又回来，发生什么事情？别慢你。阿谁看网上？我给你，总省前方的输给就大唔同嘞。不过，我要喊小峰下山去请你来天数。小峰，先下山，你请你来天数。今日同你去阿姨。有事情哈，过年不重要，有事情。要走。哦，就安有。Aku pingkalan da kani ka simuka pelmukan kani. Laki balai piyuci aku pingkalan ta wata serhagun mal ko bunkis tala. Laki balai ujut sannau kay na bunkis kanila.原來佢下先叫吞起嚟啊！起的跳的那危险海岸用悠悠动动魔法独起描述，可以搞做汉江，总在必用鬼面，กับคนงานสื่อตัวเล็กคิวตีนายอยู่แค่เฮลมันที่นักการเฮบันนี่ที่ดันเธอโดนนายแค่งานยองอยู่อยู่ดองดอง法独起描述คนลอยกายที่กา做汉江，总在必用鬼面，กับคนงานสื่อตัวเล็กคิวตีนายอยู่แค่เฮลมันที่นักการเฮบันนี่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人都死了。你不要紧张，没有了千代，我们一样可以得到宝藏。你还有心情找宝藏？阿叔，你那个先给我团队的，有看到梦姨冇啊？怎么一下有人被杀，一下有人被打？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有点邪门吗？老朋友见面了，干嘛这么冷漠啊？哎，小峰，你从小在这里长大，你有听过祖灵的传说吗？那什么啊？亚洲人魔降一生，就这位喷人的身体，无因啦。你是想说神仙谷以前是泰雅族的坟场，外来者入侵一律会遭到诅咒的传说吗？齐教授，可以聊一聊吗？你为什么要说我认为是抄袭？请问你有证据吗？神仙谷度假中心，高招哎，合法掩护非法。刘董，你是不是还有最后一张王牌啊？宝藏？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发现阿塞高总胸口有道开过刀的痕迹耶。你难道不知道我有装心率调节器吗？但是那个赵文佳，15年前的事，你还想再来一遍？他又怀疑阿塞高瓦桑是被电死。哥，他好像知道一些什么。教授，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不用多担心，我会把它处理得很好。